讲到这过路人的安全，大家是拢真关心。今日立法院三读通过《行人交通安全条例》实施，希望改善台湾过路人行路的环境。这法律规定，中央和地方就要定改善计划。后摆路面若准有电箱、批桶等等的物件，会阻碍到这过路人去行的公用设施。地方政府需要去协调刷位，无限期改善者，上悬会当罚95万。人行道中去互路顶挡条的过路人根本就无所在通行。拜二立法三读通过《过路人交通安全设施条例》，按算进行排除人行道障碍物、改善路口交通设施、和行路的环境通修炼等等措施。民众对这摆立法通过是真欢喜，表示平常时行伫路面，毋若有关价差，也定定会去拄到障碍物，为着要闪过，有当时爱行到真弯大路，有较危险。即马有法律来加速过路人环境的改善，定处罚，因是也双手赞成。我是绝对赞成的，因为有时候会推一个老人家要走，又把他推下来，又有门槛，有老人家上来。希望政府尽快的把这些人改善能让道路更安全一点。我是觉得可以再宽一点因为之后如果小朋友推娃娃车道会比较方便一点点。立法了后摆若路面有电箱、批桶等等会去阻碍过路人的公用设施，地方政府需要去协调刷位，无伫期限内改善，上悬会罚15万。国土管理署认为，这届立法上重要的是，让大家更较重视人行道的设立，逐步改变国人对于道路的想象。我们会要求改善后的人行道。它的人行道净宽要到1.5公尺。内政部表示，法律通过了后，地方应该举办说明会，和在地民众讨论优先改善的项目。内政部也希望中央和地方做伙合作，伫2030年进前减少50%的过路人死亡率，进一步达成2050年过路人零死亡率的目标。记者刘新武、谢桂林台北报道。